歡迎大家收聽復活期嘅聖言日糧。今日嘅經課係選自約翰福音第15章12至17節。你們要彼此相愛，像我愛你們一樣，這是我的命令。人為朋友捨命，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更大的了。你們若遵行我所命令的，就是我的朋友。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，因為僕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但我稱你們為朋友，因為我從我父所聽見的一切都已經讓你們知道了。不是你們揀選了我，而是我揀選了你們，並且派你們去結果子，讓你們的果子得以長存，好使你們奉我的名，無論向父求什麼，他會賜給你們。我這樣命令你們，是要你們彼此相愛。這是上主的道。像我愛你們一樣。1992年，嚟自美國嘅蓋瑞考門牧師寫咗一本名為《愛之語：兩性溝通嘅雙贏策略》嘅書。呢本書嘅銷售已經係超過1100萬本，喺全球亦已係翻譯成49種嘅語言。考門牧師歸納出5種表達同埋接受愛嘅常見方式，即係肯定嘅言辭、精心嘅時刻、接受禮物、服務嘅行動同埋身體嘅接觸。雖然我哋某程度上都應該係用呢5種愛嘅語言，但每個人總係會有自己接受同埋表達愛嘅方式。例如我嘅太太，佢會好主動咁樣透過服務嘅行動向我表達愛。佢話俾我知，佢好鍾意去煮一啲嘅我鍾意食嘅食物，或者去整理我嘅房間嚟向我表達佢嘅愛。而我就會主動係以我嘅說話、我嘅言語嚟向佢表達。我好鍾意直接去話俾佢知，又或者寫一張簡單嘅便條嚟表達我對佢嘅愛。所以問題就出現啦，由於佢係以服務去表達愛，佢寧願去幫我洗衫或者係執房。我哋兩個人表達愛嘅方式係非常之唔一樣。係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嘅前一日，佢吩咐門徒要彼此相愛。如果以我去喜歡嘅形式去愛一個人，我相信我點樣去定義呢個嘅愛，其實並唔困難。因為我偶爾都會鍾意送禮物，或者去寫一啲鼓舞人心嘅信息，或者係拍下人哋嘅膊頭，話俾佢知我愛佢哋。然而喺耶穌嘅呢個嘅命令當中，嗰個嘅精妙之處係在於彼此相愛之後一句嘅修飾短句，像我愛你們一樣。我唔能夠單單以我嘅方式去愛一個人，我唔能夠淨係以微笑、一張嘅字條或者係金錢嚟去解決所有嘅問題。為咗去遵守呢個嘅命令，我哋每一個人都需要好似耶穌基督去愛門徒一樣咁樣去愛。到目前為止，馬可樓呢個地方意味住耶穌為佢嘅門徒洗腳，並與門徒共享最後嘅晚餐同埋設立聖餐，當中係包括咗即將出賣耶穌嘅猶大在內。但係接住落嚟第13節向我哋暗示咗更加徹底嘅事。人為朋友捨命，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更大了。講完呢一啲臨別嘅字詞之後，耶穌就會係被逮捕、審判、鞭打，並釘死喺十字架上，為我哋獻出咗佢嘅生命。耶穌話：你們要彼此相愛，像我愛你們一樣。可惜我哋今日所讀嘅經課只係包括12至17節，因為喺呢一度之前嘅經文係提醒我哋
要作出自我嘅犧牲同活像耶穌嘅關鍵。喺約翰福音15章第5節裏面，耶穌對佢嘅門徒話：我就是葡萄樹，你們是枝子，常在我裏面的，我也常在他裏面，這人就多結果子，因為離了我，你們就不能做什麼。由此可見，我哋需要活喺耶穌基督嘅愛裏面，先至能夠結出愛嘅果子，並持續經歷耶穌為我哋自我犧牲嘅愛。只有當我哋讓基督嘅愛從頭澆灌喺我哋嘅身上，轉化我哋內心嘅時候，我哋先至能夠像基督愛我哋一樣去愛別人，而唔係以我哋鍾意嘅方式去愛人。而家就讓基督去服侍你，讓佢成為你嘅朋友，讓我哋一同效法佢嘅榜樣。讓我哋都有一段反思嘅時間，請你花啲嘅時間思想你係如何沒有像耶穌愛你咁樣去愛別人。你會點樣去恆常提醒自己耶穌對你自我犧牲嘅愛呢？你被呼召要像耶穌愛你一樣去愛嗰啲教堂裏邊嘅弟兄姊妹呢？讓我哋同心祈禱。慈愛嘅天父，感謝你對我哋完全嘅愛，差遣你嘅愛子服侍我哋，並成為我哋嘅摯友。求你幫助我哋去愛別人，就像你愛我哋一樣，這樣世人先至能夠領受真正超凡脫俗嘅愛。奉主名求，阿門。